嗱，你體會嘅經驗，當佢達到痛苦、達到問題之時，佢講出呢個詩篇121第1節樣講到，佢講亞嘅面向出嘅洞，窿中嘅洞嘅起，群搶啊未來佢嘅得救佢講，嗱，洞講嘅咩呢？都係講到強嘅人。要智慧嘅人，譬如官僚，譬如要錢財嘅，係搶嘅問題嚟麼？佢講佢知道，冇嘅東西，冇得到樣嘅叫幫助。詩篇121第2節嘅樣講到，冇係佢想，我嘅救恩都係從上帝、從天、從地嘅嚟嘅。嗱，你佢都得到上帝嘅恩典。佢要日精神見得到，佢嘅救恩都係從呢個上帝、從天從地嘅上帝。嗱，當佢一下想到嘅啲上帝做嘅救恩，詩篇121第3節樣講到，佢講我嘅腳唔會得到交通，因為上帝嘅佢同在，佢嘅腳超基本，佢嘅信心超基本，佢嘅心腸超基本，因為到上帝嘅佢同在。佢接係呢一個上帝冇誰冇嘅上帝，表示嚟講，思想要照顧佢，思想要困顧佢。嗱，即係有人係講自家鄉嘅姊妹要痛苦時又冇羅行，而且係謙卑嘅心嚟求咧，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名嚟請佢求佢幫自己家，佢能夠救自己家，能夠幫自己家出自己嘅問題，出自己嘅痛苦，出自己嘅煩惱，撒自己要謙卑嘅心。我禱告本窿眾兄弟姊妹，你下係講要謙卑嘅心，要問題要痛苦，你嚟請主耶穌，主耶穌能夠恢復一個心，恢復一個信心變強起來，帶你快樂本你，給你通才，帶你去得勝，要用種弱嘅心，給本你新嘅精神、新嘅力量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